世界万航台，拢伫咱台湾新安界。观众朋友大家晚安，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吴平仁。今仔日咱来到屏东，我甲你讲，潮州这个位啊，上出名的就是咱饲鱼。饲鱼呢，那是用食的，还佫有用观赏的，这拢是咱台湾一多一的产业。但是，这在一多一的产业中间，有一个角色真重要，就是呢，甲鱼来医病。来，今仔日。带你来看鱼的医生。咱今日真欢喜哦，甲蔡医师啊，蔡家明，咱蔡老板。咱这酒哦，就是哦，恁兜咧煮的啦，吼，恁兜咧种的吼。哎，你先甲咱讲吼，你主要来这伊这场拢来创啥物代志？哦，主要拢来做这个鱼仔病检查。比如讲鱼仔病，讲鱼仔出状况，咱就会来甲现场来看者，看有啥物问题，我都尽量帮你改善啊。所以安尼顺看看，就知影讲倒位有病，倒位有麻烦。地少拢少我看会出来啦。譬如讲，咱来看吼，这条，你食，迄浮的安尼，你食敢有问题？迄只较有多状况，较等下。你敢呛水感安尼？对，浮安尼啊，真无啥会落。哦，真无啥会落去吼。这种可能大部分拢是膝盖。而且屎有问题啦，屎拢有假形虫，还是讲伊有只咱这个伊的鱼标小可有状况，有鱼标甲膝盖有可能有问题。这大部分一般人讲讲我采访久啊，咱嘛有一把经验，安正在讲的，敢若真专业。但是真正你感觉做鱼的这个医生，这专业的所在，除了经验判断以外，佫有爱啥物有技术、啥物知识的方面。哦，你本身你要有基本的养殖的经验啦，你才会知影讲，这个养殖过程会去有啥物问题。除了这养殖经验，你会知影，你有法度帮助你判断问题以外，再来就是当然你兽医本身会检验的技术也好，你就知影今日伊做啥物问题，你做啥问题，你个法度用正确的方式去做处理啊。所以基础就是讲，你嘛爱淡薄爱有这个养殖的。这个经验，我甲大家去介绍一下吼。蔡医师吼，本地咧做水族馆啦，饲鱼啊，差有8年吼，就是经历了水族馆8年啦，这是内行的啦。但是哦，蔡老板，伊的内行甲你的内行都无同款哦。无共。恁这饲正侪窟哦，你这超几窟的？哦，400-500窟咯。400-500窟，啊鱼种呢？鱼种差不多100项。100项，所以可能产生的问题嘛，无一定干那一种安尼哦。嘿，对。啊，你甲这个蔡医师的这个合作，主要伊来顺看看，恁平常时爱做啥物？这个工作，才有通讲安尼，有病唔通叫传出去。哦，就是你防护的措施啊，是讲消毒迄个系统爱用好。哦，啊，你啊鱼啊问题，你都爱送验，送叫蔡医师。哦，啊，伊定期会过来现场。来检查，来看看的，哦，当然是安尼配合上是拄啊好。你若临时有啥状况的话，阮会先甲鱼仔直接送去遐。因为大家的状况无共，外面的物件就是安尼。哇，这就敢若24点钟呢。差不多。啊，伊嘛变做24点钟。真有需要的时嘛，是爱照常的。这个互相。啊，那伊这鱼，咱这鱼叫啥物名六斤啊。六斤啊，这六斤啊，这个特性，在养殖的时阵，大部分你有处理过什么病？安怎做？安怎处理？哦，一般较正看到假形虫啦，假形虫像虾仁虫啊、鸡冠虫啊，这虫是较简单，迄个用一寡基本的咱药啊，草药是好的，甲洗。这是算大尾哦，若小尾？细尾镜头拢差不多啦，你正看这拢是整鱼你生的啦，这你生生产，这整鱼，细尾伫后壁，迄种细尾啊，这已经遮大尾，这拢饲4-5吨的，饲4-5吨吼。有啦，阮厝的最只细只，饲到安尼
嘛爱炒两档，哦，哎爱哎，两档啦吼，嘿。阮遮食啊吼，哟，恁这我这厝里我就较歹势，阮这就食较歹，较无较肥，拢较散。嗯，哦，拢较散，而且吼较无较稳定。有咱人影咧行的时阵，伊就会正经啦，安尼正常诶，安尼算正常，安尼算做正常，安尼算正常。啊，好加载，但是足够烧拍的咧。哦，伊空间较细。我鱼缸算足大咧，啊，佫无够。嗯，啊，佫有种可能就是饲伤多。毋是伤少，也是工诶伤济。哦。嘿，咱看有七仔烧肉，你知哦？伊迄地盘啦，你爱放两只就袂啊，两只缸就袂啊。所以这个饲鱼啊嘛要注意着生态吼，色彩较色水吼，因为咱遮是主要就种观赏。嘿对。色水较青光的，会较灿烂的。咱来找另外一组。哦，好。来看看。哦，大家可以继续来看，鱼会生鱼生哦。伊咧算鱼啊，哦啊，所以伊真在讲大细只，大细只啊，算客户定的数目。啊，你讲用目测？嘿，目测，看伊有大头的，大头的才有通入来。对，伊的寸条到遐啦，啊，较健康的先优先经甲地啊，准备当要做。对。啊，人爱困在内面的。对啊。啊，这应该是台湾的水族馆要伫，还是要送外国？一般阮是到中盘，无到水族馆。哦，到中盘。嘿。中盘是伊的会色较侪，集中做伙，啊水族馆较去遐甲伊掠鱼啊。这超这鱼册超饲偌久？这9月20。9月20。2个月。2个月。鸟啊，来珍珠厝啊。台湾2个月。2个月哦。啊，毋就对生卵开始，还对鱼仔仔开始？生卵开始。所以这对生卵开始呢？咱袂使甲插尾的，尾算较定当。对。算较定当，但是蔡医师，你来看，因咧看的时阵，你敢爱需要佮甲讲，伊摕起来了，啊，你啊甲检查讲，这敢有啥物问题？哦，伊若有问题应该来找我啦。这稳定拢健康的啦，健康的才我都出货啦。你知道吗？因为你要无健康的出货了，伊嘛真麻烦。我刚才有抓到一只，如果比较瘦的话，我就会问他，下面野头的皮，它的头就会比较大，然后身体就会比较瘦肉的时候，我就会问他说，我这边这样变啊，那时候就会问。现在因为它比较健康，所以我们没有什么问题。对，是。因为阮嘛爱具备一寡基本的啦，基本的种你看伊感觉状况怪，哦，安尼阮就无出货。嘿，啊，你若讲小问题有开始去死亡啊，阮就去送去菜市遐。啊，你若拢无啥代志，迄就表示没问题，一样出去。但是这种物件甲农业，比如讲种植，这种种迄个白菜啦、培灵啊啦，这人讲种菜但拄到风台啊、天灾地变，咱饲鱼仔的风险在哪里？除了这个病，有当伊病一团是规鱼骨头拢无去，是啊。系啊，这风险嘛真悬嘛。风险悬啊，风台遮嘛是会吹去啊，乌网啊、停电啊、饮水啊，拢会啊，我这拢拄过啊。拢拄过啊。咱遮会饮水过。8风灾，到遮。停到遮来。到遮。啊，停电啊，停2-3工啊，3工。啊，网啊，拢飞去啊。嘛是有风险嘛，啊，因为你种植的甲养殖的无共，种植会用休困，养殖24点钟。是讲。因为你要拍风的啊，有水啊，随时拢爱去注意啊。啊，若鱼病的这个风险，大部分对恁来讲，恁是爱头药啊吗？还是讲爱检查水质啊，整个养殖的这个流程，甲做预防啊？主要你当然爱看病进前爱先做预防。啊，你预防当然你也平时爱靠消毒啦吼，包括水质管理。啊，你讲消毒，个人爱靠咱蔡大哥，伊平时个爱固定做消毒啦。啊，水质的方面，咱饲鱼啊饲久来吼，你就知影讲安怎的水是有问题。啊，这嘛是爱靠咱蔡大哥平时爱观察。啊，
伊得个破病的时阵，就来交我来处理啊。所以这要合作，爱合作啦。放时啊，我去遐拉比赛，培养感情，培养感情。加减问，嘿，你讨论讲啊，这状况是安尼啊，安那吼啊，你路药啊效果安那，伊甲我会互动。敢有拄着你袂当医的，有比如讲咱人会拄着迄个绝症的，啊，比如讲啊歹势，你这样剩3个月，敢有这种？哦，嘛是有啊，这一定有的。咱像咱病毒性的病啊，就是讲安尼，咱一般无啥物特效药。啊，你也无特效药来讲，咱只要靠鱼仔本身的免疫力，互伊家己好起来安尼。嘛有这种？嘛是有这种。哇，所以这养殖业嘛是面对风险嘛，要真注意的。对。哦，所以这叫做珍珠鼠。对。珍珠厝啊。嗯。啊这呢一窟拢窟咧偌久？无一定咧，半点钟嘛有。看鱼啊，好了歹了。系啊。平啊有个，大概5点钟嘛有啊。几点钟吼？我听个大眼光、细眼光，咱再来看另外一组吼。哦，好。咱来看另外一组。金鱼啊，囡仔上来。金鱼啊，哎，竹林。哎，这肥肥这叫什么？竹兰哦。哇。哦，够高水的啦。够较大只啊，你知道？够大只的哦，哇，拳头大。对。啊，这里创啥？伊伫食色，食麻料，食麻料。食啊好。系啊，食伊的饲料啊。这安尼才有目测才有几尾鱼？这应该3000只应该有。放落去3000只左右吼。唔是，伊这是离关窟生，离关窟大的。哦。嘿。我唔是仔啊，我放入来。是。伊一定要求爱安尼哦。嘿。而且生的啦，而且大的啦。啊，较大只，阮就要经起来经水歹啊。所以蔡医师他对原生环境要求很高啊。哇，我唔知呢，我敢若知影讲伫制作馆内面看到安尼。这种就算饲养难度会较悬少。对啊。你控制无好，这爱专业。哎呀。这不是放落去安尼，这就要注重啥？这定定会得什么病？哦，金鱼啊，嘛种虫较济，虫啦吼，啊包括有个细菌感染，有迄个腹水啦、痢淋啦，啊，当然这种鱼啊较袂啦。这种鱼啊较袂，颠倒较袂，但是伊容易得什么病？像分支杆菌啦吼，分支杆菌啊，鸡环虫，鸡环虫嘛，最老少。哦。啊，鸡环虫啊，招的时阵个鱼啊，淡啊。肚里边啊呢？那个有救吗？糖弄我虫基本上对。哦，糖基本上弄去。爱提早发现。啊，你也上慢，伊嘛是甲你再见。因为你有时啊，你啊上慢处理吼，你遐卫生区拢摸迄个甲形虫时阵，你药啊去落鱼啊嘛是讲伊冻袂掉。哎呀，算挨摸啊，挨摸啊。哦，所以你家己以这种咱这讲吼，肉鱼啊，恁讲肉鱼啊，可能较大型嘛吼，像这种观赏的吼，实在咱有先看迄较大只，但是大部分拢无法，拢是手仔较大嘛吼。这种咧治病咧头药啊，咧落药啊时阵，爱注重啥物物件？像头讲，你伤重，你食落去伊家己袂堪迄就无好。你每种鱼啊对药的敏感性无啥共，有时啊，你若讲像灯科鱼啦吼，灯科鱼有时对摸一寡药啊较冻袂到，这个要较注意。啊，较细只鱼啊，这个剂量嘛爱了抓，你若抓无好，有时啊鱼啊真都冻袂了，规批拢死了。啊，这是教科书内面有写明，还是讲你的经验的累积？经验啦，因为这观赏鱼啊种类伤济啊，咱教科书内底教拢教迄传统就是啊，像咱台湾咧教，上简单是石斑嘛，石斑乌啊，这是较一般咱平看。啊，你观赏鱼较侪种类，哪有法度？所以蔡老板，你拄着蔡医师超偌久的时间？
阮熟悉足久啊，伊读册阮就熟悉安尼。读册的时阵就熟悉啊。嗯，系啊系啊，啊，迄阵时伊啊，佫毋是兽医哦，嘿，毋是，菜椒啊，菜椒啊，啊，迄阵时你拢找向医啊，迄阵陈师傅啊。哦，找师傅啊，所以嘛是有即个医鱼的即个医生的师傅啦。啊，但是迄阵时可能是头药啊啥的，较无像恁受过训练的，在医学院内面受过训练的吗？哦，没有啦，迄老师嘛是厉害啦。啊迄老师教尔，啊，这已经是专业啊。嘿，这出来民间算专业啊。咱今日会来找赛上吼，蔡医师就是讲，其实应该是咱台湾有受过完整的这个兽医训练，啊，专门咧医治鱼的这个医生，应该是你头一个吧？还是水产所内面无算啦。吼，水产所内底无算，是啊。吼，对不对？伫民间的嘛。对。吼，啊，还有这专家嘛，吼。对恁来讲，吼，对恁来讲，因的这种角色，吼，上好的这问题是上好驻场，还是讲恁家己也有基本的，因为这甲你的经营的成本有关啊。那有的人一煮讲哦，鱼骨足大，我不如爱请一个医师来遮，因为真济可能咱的观众朋友吼，看到都讲，要来像蔡医师共款，要来立志，要来做鱼的医生，你认为这道会做？这都嘛会做的啊，因为你无可能24点钟拢对一下啊，所以基本上阮嘛是爱具备一寡常识甲知识，吼，啊，他伊定期逐礼拜吼有时间过来，吼，啊，你也采样，还是讲阮上行去遐，我甲伊讨论，顶阵嘛就是安尼啊，你拄仔讲的迄，讲菜市啊，我明明这我的路药啊，是哪袂好呢？啊，甲伊讨论啊，创啥甲伊讨论啊，结果是药啊伤轻啊。伤重嘛袂用的，伤重嘛袂用的，伤轻嘛袂用的，爱刚刚好啦。真水没讲。我嘛是爱甲蔡大哥合适的，因为有个物件讲实在，因现场咧饲的人才会知影讲，这个物件是啥，啊咩啊，因的管理是安怎，啊我都为因的管理，再甲帮因想方法，看咩啊去处理伊的问题。哦，你会当举一下例，互咱知讲，因为伊互你知影因的管理方式。你才会知影讲，哦，安尼不对，啊爱安尼做，啊可能条件改变，而且就讲，啊你这来落药啊才有效。因操作的时间嘛，就是讲因今饲的时间甲落药的时间，咱就来去做调整。为啥啊？咱家己讲的这个时间有可能是假设啦吼，你今日饲的，啊你叫伊落药啊，伊有可能会吐尿啊。哦，啊吐尿，你鱼也无爽快，你等到伊就食无落去啊。对啊，是啊。哦，你也无了，啊，你也知因讲是操作，可能是透早饲，还是下晡时饲。啊，咱会知了，你甲讲你要去处理的时阵，爱大家配合上爱较好。对。哦，所以啦，咱初步会当了解讲，做一个鱼的医生，啊，甲养殖主哦，安怎之间来配合，啊，这道啊才有前途。咱继续来看，鱼医生啊，佮有医着什么鱼？世界万航台拢伫咱台湾新眼界，头拄仔咱看的是观赏鱼，观赏鱼的鱼医生，甲饲养的养殖鱼的这鱼的医生爱做的工作，有啥物无共款？咱继续来请这蔡医师。啊，咱蔡医师，你带咱这组，咱这是倒位？这是龙店。哦，龙店，就是你的龙胆石斑那个龙店。对，是。哇，戴老板，没有，戴老板客气了。戴老板本来是那护理师，对我本来是奇美医院的护理师，所以拄啊一个医师，一个护理师啦。是，来这过这个鱼吼，爱当好像食得健康，食得安全。是，没错。咱先来看鱼啦。好，咱到底来。好，带你们参观一下。我走前面哈。来，看。龙胆石斑，对，但是有看到哦？对啊，看有看到，遐大尾。
蔡医师，嘿，这种养殖的环境哈，嘿，在你来看，甲这个观赏鱼，因咧维持这个用药，还是讲这个健康上有啥物无共啊？你啊，这个养殖的啊，因为咱是要要食的嘛，要食的咱政府规定一个清单啦吼，就是讲讲什么鱼啊，用什么药啊会使用，哦用药停药期爱偌久，这拢有规定的啦。哦。你若讲观赏鱼啊，就较无这个限制，基本上药啊大部分拢会使用，只要卖禁药来讲，哈，嘿。哦，所以加较复杂哦。诶，养殖有较算较单纯啦，只不过有时咱会惊讲这个药物残留的问题。所以来看讲，我好起来进前偌久袂使开始投药，若抓起来了，药有退掉无安尼？嘿，对，这拢有规定，因为这拢有做过一寡科学的实验啦吼，就是讲。假设讲这个药啊，伊甲你规定讲这个停药期15天，你若停药期15天，就是讲我今日要药啊停了后，我要停15天，你这鱼啊才会使抓，才会使上市安尼。基本上你若照这个规范来做，拢袂有这个药物残留超标的问题啦。说噶，哦，这是蓝中，蓝中哦，对，这是蓝中。它的颜色比较偏暗色，对，这个是南瓜的一种。南瓜有分2种啊，一种是蓝中，对，那一种是细点，这样子。细点哈。对，细点。蔡医师每个礼拜2周来，他都会做一些例行性的检查。我们平常就会帮鱼做健康管理啊，不是等于生病或死亡才会开始做检查，就像我们人一样，也会去做健康检查一样。所以我们就是，人是去诊所健康检查，你是来出诊的对吧？对。哦，健康检查。对。烤这个鱼卵，哦，因为有寡家庭可能去买这个饲的下骹，咱就烤出，较等下咱放在食物顶下骹，就来看会到啊。烤鱼卵。上容易唱这个细菌还是咩菌的？是鱼卵吗？还是饲？就像咱的桂鱼康下骹啦，桂鱼康下骹，桂鱼康下骹，就是在我们的腋下的地方，就是鱼的腋下，对。哦。再来就是，咱会去加伊的鳃啦，吼。加伊鳃，敢会使？可以。会使哦。是。一输啊，你哎呦，一点点嘛袂影响伊的呼吸，还好啦。哎，足疼的呗。这个声啊。哎呦，紧甲放进去。可以哈。好。哎呦，谢谢哦。好。这就算安尼一滴安尼。对，要分开来这样子。才会知影吼。对，安尼咱才知影讲一滴的鱼有啥问题。咱一件吼爱抓差不多2尾到3尾，还是4、5尾，才有代表性。对，你若是抓1尾尔，安尼有当时可能伊无代志。嘿，对，安尼会检验结果较无代表性，对，客观性。嘿，对。哦。好，这是金钱斑。看伊的身躯吼，一点仔就是像那个。要是你互伊食花花哦。系啊。食好。这煎鱼拢爱食较好咧，拢爱食煎。这算蒸鱼啊？这是煎鱼，这是要生两个。在蒸鱼的照护顶头，蔡医师，恁这拢有特别爱注意看什么？因兜的蒸鱼该用，无啥需要注意。真的啊。这就破病啦，煎鱼吼，阮的经验足济啦吼。煎鱼是袂使逐工拢饲啊，因为吼大只鱼啊，伊的消化较慢，所以因袂使逐工食，量大嘛是共款。
嘿，啊，所以因差不多拢食一工休2工，安尼。哦，食一工休2工。伊若断食疗法安尼哦，吼。你看伊食一工休2工，伊嘛是会使大到遮尔啊好啊。大鱼的免疫力较好啦，啊，所以较袂惊咧破。较袂破病。哦，大鱼的哦。啊，因为大型的整鱼吼，咱差不多就是伊甲伊生产的季节，咱较会搬除，较会搬除。较有较搬除。嘿嘿，啊，迄阵较若是有一寡状况，较会请蔡医师来检验安尼。有时候咧搬的时阵，因为你鱼仔已经掠起来嘛，掠起来时阵做形象看，啊无迄一般你要落去顾吃啊，这鱼啊，咧做病的。所以你若用即马目睭落去看安尼，基本上应该无啥问题。因为你鱼仔只要会乖乖食，拢大部分无啥问题。啊，养殖上简单是看你食了状况好啊歹安尼。你若食歹，你有退了，你当然个爱较注意。啊，真正有退了，伊就鱼嘛，鱼你要掠伊的机会就较有。啊，你要掠伊的钓，咱当然咱有法度，咱就检查安尼。有时啊，咱会使为这个塘会知影讲，哦，这有可能为打一个海域来，还是讲为打一个国家。重点嘛是爱有这个兽医师甲你辅导，就是讲今日你拄到什么问题，应该安怎处理？啊，处理了后，你爱停留偌久，你才来前期落去卖，安尼才袂有这个药物残留的问题。咱国外你若讲养殖的，像迄个人咧饲鲑鱼的，啊，规个国家可能90%敢是迄种。咱台湾红鱼啊、石斑，啥物拢有5啊，对无？啊，你个爱对每一项拢爱做了解，其实要做鱼仔病医生，毋是无遐简单啦。蔡医师，嘿，啊，这一桶一桶，这是啥？啊，佮拍水的。哦，这咧拍风啦，吼。嘿，像这因这是因标的词号啦，就是一滴一滴无伊的代号无共啦。一场V3。嘿，对，啊，迄其中一滴。啊，阮会甲叫请因员工甲即个鱼仔咧，我来的时阵啊排几排，啊，阮到时要处理较方便，啊，过来就是先甲抹水，抹水了后，伊较袂生惊啦。啊，咱咧操作会较好。啊，佮抹水哦。嘿，爱抹水。所以后送来检查的，后你去鱼池内面去检起来。对。哦。啊，你鱼池迄为啥是因为鱼仔较大只要带来现场，你惊伊运输的状况无好，啊，那万一倒去变做海去，了去拍算。啊，这种较细只。嘿，啊，迄个较细只，因为要刷位较好刷嘛。啊，麻醉是摕起来注射吗？哦，你甲落去水内底，落去水内底哦。嘿。啊，来甲麻醉看觅。来，你甲落一个麻醉药。嘿。啊，超偌久会反应？一般是差不多是2分钟个小可会落来。伊刚开始你看伊安尼一直撞嘛。开始会唰。嘿，伊会个刚开始有一个躁动期啊，啊，过来跳了，伊可能有戆去啊，啊，去倒啊。哦，无像咱，我若去开刀，医生叫我算，这2、3啊4就差不多无去啊。差1、2分钟。嘿，差不多1、2分钟的时间。咱麻醉这3只，这什么鱼？这红瓜、红龟啊。啊，这应该是因家己的其他的品种。咱一般咧做检查就是像咱头拄讲的安尼吼，就是咧想啊，甲抠起来，抠的。啊，伊这看你看咧金骨安尼，这其实这是拢介正常。你若看迄位个较无正常的迄第个安尼高想安尼。啊嘛是共款，嘛是共款。鼻塞吼。嘿，啊因为咱这已经有麻醉过啊，伊就较袂伫遐咧喷。咱安尼个用应该还好了吼。你看已经袂疼啊。袂疼吼。啊，较等下咱也放转咧冲水了，伊就疼啊。啊刷落来。啊刷落来，咱今日有一只鱼仔小可怪，咱较等下就来做解剖。这是红玫瑰。红玫瑰。嘿，只当勾起来。哎呦，小可娃娃呢？嘿，这小可娃娃。一般阮做种个动物的这个安乐死哦，会使用麻醉，还是要用电的。啊，大部分呢拢是在用电的啊，因为电的你瞬间就麻痹啊。
较袂遐痛苦，较袂遐痛苦。我即马麻去吼，哎呦，要剪。即只鱼啊，伊讲，小可食了啊怪怪，啊葡萄啦，啊乌白熟安尼啦。啊，因现场的工作人员啊，经验丰富哦，会先甲摕起来，先甲摕起来。你拄嘛爱消毒吼，啊无你敢开的时阵，你个污染到伊的，啊，就无精准。对，你要家边啊才会困，哦，像理论上啦吼，阮咧做检查时爱一个检7过，就是你加刀经过所在拢爱7过。爱先确认讲，这变数会当控制啦吼。因为敢若讲鱼仔嘛是拢一寡想伫边啊嘛，啊你有时啊你坐少拢会去目着。主要咱看这内脏这部分，所以我看你咧解剖的时候，拢是这边吼。像你看，哎呦，我刚刚看到有糖呢。系啊，这个有糖啊。哎呦，这有糖呢，你来看。哦，看起来我敢若医生呢，我咧水咧有糖呢。有时啊，一寡野生鱼啊，较有这个问题啦。野生鱼啊，这个撒一寡物件入来，所以有时啊，像咱这个观赏鱼啊啦吼，也是讲其他的鱼啊，是拢这个为国外带一寡有诶无入来。啊，咱照你讲哦，咱过这个海关，海关的时阵，入来咱台湾的时阵是拢爱固定检验嘛。但是这个检验有时啊是咱敢检验几项病尔，啊无通啊，逐项拢检验着。啊，因为你也要共逐项检验着，迄一拖过来，伊迄鱼啊伊会花去啊，会花去啊。啊，你无法度去要求对方要卖你鱼的人，啊，逐项病拢无。哎呦，啊，所以就是有一寡大小小。蔡叔，你看这你的经验看起来，伊种糖吼，可能毋是主因，但是你看伊，因为伊的糖吼，伊有一个这种糖，有的糖伊有一个这叫做醚露啦，就是讲伊的乌白酸啦。啊，你乌白酸的时阵，你啊这只糖伫咧身躯乌白酸，伊无啥物方向性，伊乌白酸，啊伊甲你算过肝脏，甲你算过这个肠仔肚，啊你肠仔肚会困较济嘛。咱一般消化道就是困济嘛，伊个迄藏过，啊搁藏过，啊你鱼啊就较有去感染。哦，佮招人咬去啦。这种糖拢是无一个特殊。无方向感啊。无方向感，伊就是乌白状安尼。啊，你甲看这可能是啥物糖？哦，这个属于线虫类的啦。线糖啊。线糖啊，实际上这要去知影啥物糖？啊，过来病理啊检查吼。咱来去做，一般会使用迄个 PCR 的方式。PCR 方式会使用。嘛是爱 PCR 吼。咱即摆这侪病，毋管是人医还是兽医，咱其实这侪传染病，咱拢会使用 PCR 的方式去做鉴定。啊，鉴定出来，大部分当然咱是希望讲鉴定出来啥物糖了后边，咱要去防治，个会知影一个增加一个科学知识。对。哦。啊，过来就是讲这个病伊的分布的状况是安怎？哦，有时啊，咱会使为这个糖会知影讲，哦，这有可能为哪一个海域来，还是讲为哪一个国家来安尼。所以是解剖是一个上简单的基础的物件啦。是。啊，像阮一般做这检查了后，加开了后啦吼，第一点就是，咱会为上清气的所在先做。上清气的所在先做就是像肝啦吼，甲伊的脾脏。这个是伊的肝嘛吼，这是仪表嘛吼。啊，这肝，啊，过来这个是伊的脾。这是伊的脾。啊，一般因为这个脾是伊的免疫器官啦吼，所以你一般咱咧检查你看到脾啦，脾咧大，还是讲叫一个头肾、肾脏、邮寄啊？邮寄。邮寄啊，鱼仔邮寄有。鱼仔邮寄伫咧遮。对，是头遮啊，甲尾遮，你一般人咧处理鱼吧，讲有时啊，有即个臭臭味啊，讲对遮来，遮无处理清洁，有一寡臭臭味是安尼，啊，这个爱清好清气，啊，这像阮会为即个头肾，加一块起，
油脂也先甲加起，加起来，啊来做。阮点者这叫做培养基啦，咧培养细菌的。啊，敢若点起来，哦，毋是要甲放入去啊？我咧讲你安尼吼，我安尼向顶头放入啊，现场的即个灰尘啊、落尘的污染。哦。啊，咱若安尼做，是毋是佮较袂去用着遐垃圾啊？哦，是，对，真正有科学性哦。嘿，嗯。啊，过来就是采即个皮酱的部分。皮呀，吼。就油脂甲皮呀。嘿，油脂甲皮啊。大部分采这安尼个，有法度减。安尼就使啊。对。啊，上好就是佮做一个膜片。啊，咱咧做这个膜片吼，就是讲，基本上咱会使为第一个时间，就是咱细菌还袂培养出来进前，咱就使靠这个膜片，啊，等下我用染色的方式，就使看到讲伊内底有细菌还无细菌，咱就使初步先看。初步先看，咱就使互用一互会知影讲，啊，我今日得的病到底是属于是寄生虫的，还是讲细菌，还是讲病毒？病毒。嘿，因为有一寡病毒吼，虽然是伊的颗粒足细啦吼，是咱用光学显微镜是看袂到，但是咱会使靠，因为有时啊，这病毒有一寡特殊的病变，你会使为伫个显微镜内底甲看到讲，哦，你只要看到这有可能是得病毒啦安尼。好 ，OK， 这就是咱何医生解发的检查。哦，水底就下糖。蔡医师吼，你甲咱讲，即摆咱即个出口，你拄到油检的即个问题，到底即个三星是安怎来？是什么原因啊？哦，这吼就是其实咱政府咱有规定一个清单啊，清单，就是讲咱会使用的药啊拢伫顶头啊。其实正常咱来讲，你若破病看医生摕药啊，咧使用拢无问题。但是会拄到一种状况，就是有的人根本无即个处方箋去摕药啊，家己咧黑白用，家己咧黑白用，你会搁拄到另外一个问题哦。你安尼用来用去，家己黑白用，伊毋知伊着啥物病，用来用去，到尾啊发现这鱼啊已经无救啊！我鱼啊这是财产嘛，我总是爱要甲卖掉啊！你卖掉，你停药期搁未过，你就紧出啦，有时会变到有这个问题啊。重点嘛是爱有即个兽医师甲你辅导，就是讲今日你拄到啥物问题，应该安怎处理？处理了后，你爱停药偌久，你才来上市落去卖，安尼才袂有即个药物残留的问题。即做农业的人吼，即摆真侪人咧强调讲有机的啦、无毒的啦。养殖渔业敢有可能真正做甲无毒？做养殖的要做甲无毒，这真正足困难的啦。咱应该讲吼，咱若照法规来行，其实咱拢有法度伫个即个药物残留的部分做严格的管理啦吼。就是讲你若照行来讲，咱食伫身躯内底基本上是无问题的。你要用即个密集的即个养殖，嘿，迄其实你要完全无破病，迄哪有可能？迄足困难的啦。所以其实你要用到无毒，迄我看是真正足困难的。另外吼，这是差地，因为我真有当厝里有咧食菜鸡仔鱼嘛，有咧买，嘛有咧买野生的吼。咱家己咧杀迄个鱼，野生的鱼吼，我咧拄着迄个虫会比咧吼，不少呢，无一定比养殖的较安全呢。哦，对啊，咱养殖较安全啦，因为野生的吼，你只要野生的鱼啊，有时啊做到去拄着一寡有诶无诶寄生虫，因为伊伫咧海的嘛，你伫咧海个会去食无共款的鱼啊，你食落了伊个食物链的关系，你食着这伊就甲迄个虫扎咧身躯内底。但是咱今日养殖是为小只甲大只，咱拢以人工的方式，人工配合饲料落去饲嘛，基本上伊的成分单纯，品质佫拢稳定的，食咱养殖的鱼电倒是较安全啦。比较起来吼，这是一种吼。另外，像在台湾的这个鱼的医师吼，民间的啦吼，遮尔少啦。哦，你这讲到这哦，你知影目前咱只有99%的迄个
鱼仔病医生啊，拢伫公部门，拢伫政府机关啦吼。啊，这政府机关因目前拢是免费替咱农民服务的。啊，所以你想你若有小朋友咧读兽医系，你敢会鼓励你的小朋友去做鱼仔病吗？应该无可能吧？因为你也要去鼓励伊做鱼仔病，你可能伫这社会活袂落来。啊，这个鱼仔病医生吼，咧欠，将来拢毋是人才的问题，毋是欠人才，人才足济，啊，伊是环境的问题。我甲你举一个例吼，这个特宠兽医师你捌听过无？迄个兔仔啦、鸟鼠仔啦、蛇啦，这伫学校啊，你知影管鱼仔病，伫学校这是必修课程哦。但是这个特宠伫学校是选修的哦。实际上你看市面上，这特宠的医生，真多较受欢迎，较受欢迎。为什么？有钱赚嘛。你有钱赚，你只要有钱赚，有这个里头一个，你这个兽医师，你虽然我伫学校学的无够济，我出来我会家己去学嘛。我人客需要啥物，我会去学啥物。但是你今日你若倒转来这个水产的这个市场来讲，以免费的服务去推广这个物件，你无法度开放一个自由的市场，来互大家去加入，这个优秀的兽医师无愿意加入这个市场嘛。其实这有方法会使去改变、去改善这个问题。第一点就是讲吼，政府要补助渔民，咱会使用这个或者类似渔民券的方式，一个有价证券安尼这个方式，对政府来讲，你若政府你为着要把所有的养殖户纳入管理，要管理讲包括药检啊，讲包括因的放养量，你就来讲你来登记，我一年配偌济这个农民券互你。你就有法度鼓励因来加入嘛？你加入你政府，你就好管理嘛。你就会知影讲，袂有一寡传染病伫咧传来传去，但是你永远就抓袂到伊，对无？你也包括好，咱来讲对兽医师来讲，你今日你有这个鱼仔病，入管了，入管了，你这有这个渔民券，这个医生吼，你免惊无鱼仔病医生啦，全台湾的兽医师拢马上转过来，对，马上转过来，马上开始学啊。比什么人更较牛啦？敢若迄个即摆做美容同款意思。对啊！我讲的政府的这问题啊，你只要有法度来推行这物件，包括你本身你就免一直咧补助各地的这个防治所，你有法度扶持一定足强足厉害的兽医师来加入鱼病嘛，对吧？对于现在来讲，伊会使咱有的人，我甲你咱看的有下的嘛，有的人。看迄个无下的嘛，爱找别人对啊，你爱找别人，即摆替渔民走无路啊，无地找咧，无地找啊。所以爱整个产业模式，农委会主管的农业部，就应该爱开始来思考要安怎来改变。其实一直拢欠的拢毋是人才啦，是这个环境真正无适合、无有利讲这个兽医师的生存啦，所以足侪人想我。刚开始都读册啦，拢做有兴趣的啦。所以你买手，你讲要去栽培，搁较济要开种专班，就讲水产兽医师专班，要来培养10个、20个、30个，其实免培养，你只要市场开放了，足济人家己举手去报名。所以要对这源头鼓励农民开始做这种工课，是啊，然后入管。无你就一日教人，你就唔知影讲你到底有问题的鱼在哪里？是啊，因为为个重大的传染病你看咱的蚊一池连过一池，你为啥你白灵丝叶的甲你夹的，搁爱等咧边爱去传染嘛？你传染来传染去，但是你其实即个养殖户因本身拢无养殖登记。你无养殖登记，咱政府佫要鼓励讲，你爱来参加阮这，你摕这个渔民券，你会使去换检验，检验病、检验这个药物残留。所以你若愿意提供这个诱因，互因去，我要上市进前，我会使摕我这个券，我去换一摆免费的检验，毋是介好。哎呀，所以这检验的制度，另外我问你。我相信大家应该唔知影讲，这种创医师本队嘛毋是学这道的吼。你是先去水族馆去经营爬档，因为真爱饲鱼啊，才去做兽医师。
但是那像我真爱饲鱼啊，我是变做主食，你哪会想讲我要来移这鱼啊？哦，我过去吼，我专门咧卖龙啊、龙鱼啦、红龙啦吼。啊，恁卖红龙，因为我甲即个贸易商掠的鱼啊，掠介济嘛，啊掠介济，总是有一两摆拢会去叮打着。啊，你叮打着，其实咱叮打的过程中，咱其实吼饲鱼的人是咧学教训是上紧的，因为迄会疼嘛。我今日鱼啊死去，死去，我钱就无去啊嘛。我钱无去，我会疼啊，我咧学上紧啊。我嘛捌甲一寡过去甲一寡兽医师甲伊交流啊。啊，你甲伊交流的时阵，伊讲的话你讲起来你听无啊？啊，你讲的话伊嘛听无啊？伊毋知你咧讲啥啊？你讲的时阵，你就感觉讲会奇怪啊？你毋是甲伊你毋是医生？嘿，啊，你哪会毋知影讲我咧甲你讲的这饲啊要安怎饲？所以豆豆一摆一摆了，你就感觉讲这个问题其实有这个问题我都解决，只是无人出来甲解决。你也有法度，你本身有一寡饲鱼的经验，咱若捌饲过鱼啊，你对即个鱼啊，你的敏锐度会加较悬。啊，你也敢若做兽医师吼，你就敢若我读毕业出来，我做兽医师，有个人毋捌饲过鱼啊，伊哪会知影鱼啊安尼有做神神，伊哪会知影鱼啊安尼喘气有做甲伊喘，迄无一定啊，因为你逐种鱼啊，伊的性无共，有的鱼啊本身伊的呼吸的频率就较悬嘛，有的生理个，嘿啦，有的就是顶底嘛，像孙壳就拢伫底啊嘛，你若讲孙壳伫顶头，你敢有正常？一定无正常。你若看迄红龙本来拢伫顶头，你拍喺底啊，哪有正常？对无？这个是经验的问题啊。所以你才决心来，做鱼师。是啊。你上后尾甲咱想一下，你认为你做恁这道，是家己开一个诊所？还是讲爱一个联合诊所，像咱这个咱医人的这个系统，讲有一个教学系统，然后有一个联合中心，再这诊所，还是讲你他讲的家庭医师这种款，未来这条路，那有心要行这条路啊，你要有啥物建议？咱主要咱嘛爱分做两种啦吼。你头先讲的，你讲这个联合病院啊，是讲一个大病院内底一个小的科啦吼。大部分较适合伫咧市内，你伫咧市内，你也要做这个工作，你一定是你的目标市场，这个客户一定锁定伫咧观赏，因为你伫咧咱养殖区的养殖户，无可能提到市内去，伊敢搭车个公益啊，莫讲啥，你也要叫伊开20分钟的车，伊嘛袂见啊嘛。你也要市内，你就是要锁定，你就是要观赏。你也要做养殖的，你本身你就是要来走来养殖区来替大家服务，安尼。所以你认为咱台湾这个饲草，其实还佫有通成长，不管是观赏或者是养殖的，应该还佫有成长空间哦。这一定是有的啦。只是讲这环境目前是讲实在较无遐尼适合这个鱼仔病兽医师的生存啦。其实国外的鱼仔病兽医师，这收入拢足悬的，因为这真正是一个这真正是一门的学问啦，因为你本身你爱对养殖小可会知，你爱个鱼仔病你爱个会知，你爱个会知影处理，个会养殖的种类有够侪。咱国外你讲养殖的，像迄个人咧饲鲑鱼的，规个国家可能90%敢是迄种。咱台湾红鱼啊、石斑，啥物拢有五啊，对无？你个爱对每一项拢爱做了解，其实要做鱼仔病医生，毋是无遐简单啦。你甲咱补充一下吼，即公部门甲民间部门养殖也好，还是讲要做生意也好，即产业链，公部门应该爱做啥分工爱做啥物代志？这个分工的部分咱其实咱的公部门，咱的兽医师其实足侪拢足厉害，像咱的小狗病啦，非洲猪瘟啦，这其实拢是咱这个防疫的第一线的这个足厉害的兽医师敢动落来。其实但是你想今日小狗病，你捌听人这个防治所爱通报爱检验，禽流感嘛爱通报爱检验。你敢捌听过讲狗啊得皮肤病爱送防治所的？无嘛，对无？所以其实咱基础的物件就是要交民间去处理。咱甲政府的经费大部分摕来防治咱重大的传染病。重大的传染病是啥物？包括
红彩病毒嘛吼，包括即个神经坏死病毒，哦，这目前拢伫咱台湾，即个咱水产界拢不管是拢还佫看会到的啦。啊，其实咱台湾的技术遐尼好，咱用咱国家的力量，哦，甲咱大部分的钱，莫摕去做迄种一般的检查，咱摕来做这重大传染病的检查，去好去投入，啊，你去做这个防疫，啊，咱要开发疫苗，还是讲开发其他的防治的方式，这才是长久来讲对咱农民有利的啊。这吼，另外一方面，咱反倒来讲，台湾是一个真好的这个实验甲学习的所在，有遮侪种类，有通即四面拢海，啊，这养殖业啊，这形成着吼，啊，反向来养殖，这实在是咱做鱼仔病医生吼上好的实习，会当成长的所在。是啊。咱吼，今仔日真有幸吼，会请到蔡医师吼，会使讲咱台湾民间头一个鱼仔病医师啦。我相信吼，希望咱20年了吼，你哦，一定哦，拢你教出来的土地啊吼，出来吼，啊，对咱台湾的养殖业还是这个观赏鱼的这个行业哦，会当有所成长，变做会当外销去外国，互大家知影讲，咱台湾的农业啊，不管是农业对整个农业之外附属的，而且是讲咱这个医病的这个。传统会当家来建立哦，今仔真欢喜啊！世界万象台拢伫咱台湾新眼界。